这个知府调离的还真是时候啊。师爷，小人在。前一段时间，朱天宝坠崖一案，你可记得？啊，那个事一直都是前任知府大人一手参与，小人们是无法过问的。不过卷宗还尚存在府内。哦，快取来我看。是。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案子，我看看能不能接下来。你在家里面呢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孟老墩。你才孟老墩，你是大老墩呐！脑子又坏掉了。就这些，就这些。我问你，那个首犯张龙是否还关在牢里面？就是逼人跳崖的那个。对，已经问斩了。什么？大人，为什么我们不将卷宗借来，以备参考？哼哼，案情的关键断了，张龙被杀，卷宗还有何用？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。你立刻去柳州，能在半路上截住王知府是最好，问个明白。是，大人。其余的人把我留在定州，明天我们就去看朱天宝坠落的悬崖。你们分头去询问农夫、猎户和商人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目击证人。是，大人。谁在里面啊？小蝶，是我，稍等啊。茅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快出来！哎，不用躲，我身上没味儿，而且以后你千万别走错门了啊！这是男茅房。小蝶，你看大宝把茅房改造一新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冲水马桶。冲水马桶？这个呀，是我根据马桶的造型改造的。当你方便完了以后呢，只要一拉这根绳子，水就会把粪便都冲出去，这里就不会那么臭了。你也不用每次都塞东西在鼻子里。以后我们就不用怕茅房臭了。好像真的，一点都不臭了。大宝啊，你去看看大果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他除臭。遵命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果，久仰久仰了。哦，原来兔子窝里面都是大便，难怪你这么臭呢。啊！兔子还会咬人？谁叫你说他坏话的？小蝶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解决大果的臭味的。卖胭脂了啊！上好的胭脂。
哎，上好的胭脂，你来一点吧。请问老板，你们这里有卖香料的吗？胭脂、香粉、香料都有，你要哪一种啊？那可以去除兔子的臭味儿，最好是能帮助睡眠，而且晚上还特别香的那种。这个真没有，小店没有。不好意思啊。大人，你说的猎户就是他？正是。吃吧。谢谢大人。在1个月前，你是不是看到有人被推下悬崖，对吗？大胆！早知你与案情有关，还不出示招来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小人1个月前在定州北郊的悬崖上，的确看到有个年轻人被一群人围住，但是到最后是什么情况，小人的确是没有看清楚啊，大人。你说的是实话？千真万确啊，大人。好，继续说。大人，定州来信。退下吧。是。看来这个陆驼峰还真有两下子。老岳，差不多是该你出手的时候了。侯大人好手段，连陆驼峰身边都能安插眼线。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断无回头之路。那侯兄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贤弟，可能要辛苦你跑一趟定州，拖延陆驼峰的查案进度，其他的呢就交给我。必要之时，取陆驼峰之命。杀了陆驼峰，我父王一定会怀疑我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禀告过义父，义父他老人家会为我们兜着。有义父在，多大的漏洞，我们都能堵上。9千岁真的能帮我们吗？哼，你以为帮你当上剑兴王爷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啊？这都是义父他老人家在给你铺路呢。好吧，我即刻启程前往定州。大宝，你不是答应给我做兔子窝的吗？怎么还这么臭啊？这个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解决啊？那你干嘛答应我呢？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转过去。小蝶，你看，管不管用还不知道呢。好了，你闻闻，还有味儿吗？闻起来好像是好点了。那是，你看啊，我做了一种用鲜花发明的香水，把这个香水点在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小轮儿，转动这个小轮呢，就可以把香风吹下来。嘿，还有啊，我在下面做了一个小凹槽，兔子粪呢就可以直接掉在这里，只要定期清理就好了。
这个香水你是怎么做的呀？闻起来好像有点儿……跟我来。哎，我听脂粉店的老板说，这附近有个花谷，名叫水仙花谷。我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。古人曾经说，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小蝶，这说的就是你。爱固执心中，醉过知酒浓，只愿今生再重逢。月千年的伤痛，几度轮回几时空？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。穿越千年的守候，真香啊！只为与你到白头。不行了，怎么了？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你怎么了？小蝶！三娘，小蝶怎么样？她得了什么病啊？她没事，是花粉过敏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过敏？怎么会这样？她从小就这样，病因至今不明。你跟我走！你干嘛？大宝，你不知道小蝶对花粉过敏呢？啊？不知道。废话少说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为什么？不知者不怪嘛！你不能因为小蝶对花粉过敏，你就拿我出气啊！也是啊，那也要单挑。理由呢？那个，自打你康复之后，我一直有件事想问问你。咱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？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问好了。你是不是喜欢小蝶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个痛快话！我金刚是个粗人，喜欢直来直去。反正我是喜欢小蝶的，你不喜欢便罢。要是喜欢，今天咱们就比试个武功高下，来吧！那看来咱们只好比试一下了。哦，三娘，什么事啊？啊？不是，大宝，你。这。大人，与小公子有私情的张姓女子查到了吗？禀大人，小人根据府衙档案一路寻了过去，那个村子里的确有这户人家。可是小人问过当地村民，说这户人家10天前就已经搬走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恐怕什么？他们知道小公子的身份，料定践行王府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早早就躲了起来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倒好了。我就怕他们凶多吉少啊！哎，二公子，骆大人，我是来祭拜我的弟弟天宝，顺便来看看骆大人查案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哈，二公子，事有蹊跷啊！哦，蹊跷？此话怎讲？负责此案的王知府已被调到柳州去了，而逼令弟跳悬崖的首犯张龙
也被问这儿了。和小公子有私情的张姓女子一家全都不见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另有隐情啊。真的吗？倘若如此，陆大人一定要查明真相。当然。这正是王爷让我亲自调查此案的目的。你看看这些东西，是不是朱天宝？胡国兴，天宝已经坠崖而死，后悔又有何用？再说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老王爷要是知道此事，他一定会亲手杀了你，更别说继承什么剑兴王位了。二公子怎么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查案吧。我先进城找地方安顿。好，告辞了。我到定州寻找我的真命天女去了，我终于可以去过我向往的生活。你也会为我高兴吧？二公子，此事有很多疑点。若楠，天祥哥，是我爹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协助陆大人查案的。哦，这位是杨莲杨大人的千金杨若楠，她还有天宝，从小一起长大。我此次前来定州也是来寻找她的。哦，原来是杨大小姐。为什么要查案？是不是天宝的死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经过陆大人的现场分析勘查，还有证人的证词，天宝的死确实是意外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请二公子和杨大小姐节哀，下官告退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若楠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只能面对这个现实。不，天祥哥，我求求你想想办法，救救天宝吧，好吗？只要我们能重新在一起，我保证我不会再追着天宝。他不躲着我，就不会发生意外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宝的死不是你的错，是命运，是命运的捉弄。天宝，天宝。你是醉星楼新来的姑娘吧？什么呀？花名叫什么？你竟然当我是……哎，姑娘，你别生气啊！相信我，我们在梦中见过，真的。哎，姑娘。
娘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哎呦，外面憋死了都！哎，跑一跑啊，里面。不叔，能不能快点啊？瞧什么瞧？瞧什么瞧啊？别只顾自己舒服，外面有好多人等着呢。再等会儿，你得快点啊！很快就好了。就是啊，等老半天了。哎，出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个大宝真是太聪明了，这个设计可真好。一入口水一拉呀就出来了，哎呦，太棒了！对呀，是啊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出来吧，这礼拜怎么样？2个字儿，舒服。哎呀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吧？舒服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应该在那边吗？是啊，人家是男的，男的。哟，你怎么是男的呢？是窦娥嘛？你应该在家里把妆卸了再来。对呀，现在回去啊，英英和红娘该说我没见过世面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孟，哎呀，感觉好吗？舒服吗？那肯定的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之前那个江洋大盗抓到没有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兄弟忙活了半个多月，就在昨天啊，嘿，被林州的衙门把案子给破了，我们白忙活了。那他要请宋师吗？已经找了。效率也太高了吧！没办法，赶力绝嘛。哎，话说回来啊，你这个远方的表侄大宝啊，可真厉害。就为了上这一趟茅房啊，我在衙门都憋了1天了。回头啊，让大宝兄弟也给我们衙门装一个，那就方便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衙门啊，不给工钱的。哎，虽然不给工钱，但是啊，以后有案子，我会先考虑你的。啊，好说，到里面喝茶慢慢聊啊。哎，好，哎，走。哎，这样挺好，关键是没有那么风味儿。哎，小蝶，你看，大家都来茅房用出水马桶呢。你跟我来，我有事找你。你说，这是你藏在包袱里的绣花鞋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不知道。你还不承认？原来你都是装的。要不是我帮你收拾房间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太可恶了！小蝶，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一只绣花鞋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在我的包袱里面啊。我差点就相信了，我还帮你洗衣服，你居然还装，看我怎么把你！要是你敢把这件事说出去，我就把你，反正我不会像金刚那样对你下不了手的。哼！我要这朵，哦，真好看。给佛珠姐，嗨，小蝶，我有证据了。什么证据啊？哎！什么证据啊？就是大宝他是京城那个混蛋的证据啊！他又亲你了？他敢？那有什么证据啊？他有我的一只鞋。你给他留信物了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是我丢在京城的鞋，可是我居然在他的包袱里发现了。不行，你得帮帮我。怎么办啊？把他赶走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他，把他赶走，打倒他。不行，这样我爹还有三娘就会发现的，这样我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吗？我得再想一个办法把他赶走。那你要怎么办啊？让我爹把他赶走。难不成让他亲你爹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让大宝亲你。亲我？对啊，亲你。这样我爹就会把他赶走了。不行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的。哼，别装了，装什么呀？心里指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竟然被你发现了。怎么样？好吧。来，大宝，你看我花都掉了，你帮我缝一下吧。
女工我可不会，你让小蝶缝吧。小蝶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很简单的，我针线都备好了，你看，只要把这个花缝在领子下的位置就好了。爹，大宝刚刚说有事要找你。他在哪？他在柴房。你在干什么？莫老爹，他欺负我！你竟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来！你住在我家，你还敢欺负小蝶的姐妹？孟老爹，我没有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你还敢抵赖？你要欺负人的话，你总要看看你欺负的是什么人吧？你看看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家里有人在朝廷做大官，我们孟家是招惹不起的。不行，这个家容不下你了。天宝，我和若南来看你了。若南这次来，听了陆大人对你死因的调查，已能逐渐释怀，父王的身体还算硬朗，你就安心走吧。天宝，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相信你已经离开我们，但种种证据让我不得不面对现实。我期盼着有一天奇迹能够出现，你能够重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发誓，我绝不再逼你做三不好男人。天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等着你回来。若南，陆大人，这次的事情有劳你了，天宝的案子还劳烦继续查清。二公子，杨姑娘，这条山路盗匪猖獗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那我们先告辞了，请。这。你再去安排一下，我要和那猎户再见上一面，再理清一些疑点。是，大人。麻烦你把它放在京城的同济堂，这封书信帮我转交同济堂的大夫。顺路的事，您放心吧。包裹里面有点钱，好自为之吧。看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走！金刚，三娘，孟老爹，金刚，承蒙你们照顾我，我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等我到了京城，尽快找回记忆，然后回来向你们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你们多保重身体，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怎么样？知道不舍了吧？我踩我的脚了。去。这位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去京城送药材。
听说附近有盗匪，不如我们一起走吧。出了林子再分开。好吧，有劳了。撤！这帮蠢蛋，把眼睛都给我放亮点，不要每次都拦几位让我抢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被你们害得没了一条胳膊，我不想再因为你们把脑袋给丢了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这儿，怎么了？老大，来人了。每次都是你出错害我，这次看到的是不是又是几位啊？不是，一男一女，还有一个老头。老大，你注意我说话的内容了吗？还有一个女的，你可以把她抢上山来做压寨夫人。确定是个女的啊？老大，你别看我的眼睛很有特点，但我还是可以分辨公母的。我当时一看，女的。长得可好看了，宛若天仙。哦，天仙呐！老子已经独眼，现在有独臂，绝对不能再独身了。是时候该抢一个女人做压寨夫人了。对，是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为了你们老大下半辈子的幸福，这次绝对不能再失手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走，出发。老大，你看见了，这女的长得还挺标致的，这没看走眼啊！出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若丹，是劫匪，小心点。你们这帮劫匪！光天化日结伙抢劫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什么王法？王法！当今这世道，只要你站稳地方，那地方就是王法。可不幸的是，你们要从这儿过，这个地方是我的，所以我就是王法。没时间跟你们啰嗦，要么留下钱财，要么留下命。这几个土匪看起来又瘦又小，好像几年都没吃好。那个头少了眼，断了胳膊，这样还出来抢。看来他们的生活很不好，反正他们就求几个银子，那我们就给他们几个赏钱，让我们过去就得了呗。不行，劫匪越来越多，那百姓怎么安居乐业？你们还不赶快让开，别给我见下无情！一个小破剑能敌得过我们10几个人？来呀！在，这男的给我砍喽！把这女的留着当压寨夫人。金祥哥，大哥，我的腿啊！大哥，我的腿断了！你干啥呀？你怎么会如此残暴？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挥挥剑吓吓他们也就算了，何必下这么重的手，砍掉人家那条腿呢？我腿呀！陆大人曾经说过，这条路上有很多人被抢，如果我们不这样治他，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。可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可怜。可怜的人多了，走吧。站！哎呀！对呀！站！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抢着银子了！这他妈是你抢来的吗？这是我用腿换来的呀！你要不要也试一试啊？哎呀！哎呀！
呀！大人，怎么回事？烈虎突然发疯，不知受了什么刺激。有人下毒，快，你赶快去请本地最好的郎中。是，大人。你们两个，在郎中来之前，不许任何人入内。是，大人。小蝶啊，金刚去打猎，下午就回来。晚上把大宝叫来，一起过来尝尝野味。哦。唉，我还有几笔账算不清楚，得让大宝过来帮我算一算。哎呦，大宝被你爹赶走，我都给忘了。其实他傻乎乎的，怎么都不像是会非礼后主的人呢。唉，小蝶，他走了之后，你是不是也挺想他的？我才不会想那个无赖呢。真的吗？哎，你帮我把那包黄芪拿来。嗯。我要的是黄芪呀，你给我的是手巾。你今天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不是的，我昨天没有睡好。没睡好？是不是因为金刚出去打猎没回来，想我们家金刚了？都不是，我想大果了。大夫，哦，小伙子，杜三娘的信我已经看过了，来，我先给你把把脉。大夫，这病能治吗？你得的是失忆症啊，目前还没有能治疗这种病的药啊。那我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呢？这可说不定，说不好是明天，说不好是明年，更说不好是一辈子。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啊仅仅是失忆了，对你的智力还是没有影响的。我在京城举目无亲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。好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三娘信上已经交代过了。如果你不嫌弃啊，可以在我这店里做个伙计嘛。那真是多谢大夫了。哎，不用客气。若楠，
你先擦把脸吧。想喝点药吧。店家，再来一碗。哦，好，来了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去，去，去。店家，再来一碗。哎，好嘞，来了您的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店家，你认识我吗？小蝶她说我可能住在京城里面。不认识。朱天宝的尸首可曾找到？禀千户，没有，所以我们给骆驼峰安排了一具白骨，全城戒备，秘密查找。即刻关闭城门，缉拿要犯。是。来吧，走，过来，走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过来，走。大宝啊，干了一天了，忙了一天了，累不累啊？快歇歇吧。哎呀，天冷了，别着凉啊！在这里干活还习惯吧？习惯。儿子，儿子，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快救孩子！快！拉绳子！快走！儿子，你们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见过。干嘛呢？嗨，我儿子淘气掉井里，这不刚捞上来。哎呀，儿子没事吧？啊，如果见到，立刻通知我。好。走。儿子，没事吧？啊！哎，快走！
没事吧？大宝，大宝，快起来！来，2，坐好啊！来，热把它喝了，是驱寒的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感觉怎么样了？那就好啊。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能看出你宅心仁厚啊。今天你又舍身救了我家儿子，请恕在下一拜。这我怎么受得起啊？快起来！大宝啊，你现在失忆了，我也不想知道你是何人，更不想知道东厂的人为什么要抓你。不过，为了我一家老小，你还是离开吧。东厂？可是东厂的人为什么要抓我呢？嗨，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怎么又知道啊？我可以帮你，我帮你修书一封，到城东5里外去找唐大侠，此人高枕无忧，他可以帮你的。来，您快请起，我离开就是了，快来。对了，你这样走太危险，我帮你装扮一下，会更安全些。大人，全城搜索数日，不见朱天宝身影。难道我看错了？大人，朱天宝摔下山崖，我们亲眼所见。属下觉得朱天宝毙命已是定局。也许是我多虑了，都撤了。是。可以了。就这几个臭钱，还不够老子塞牙缝呢！好了，别打了，撤。老板，进来坐一会儿吧。我们这儿啊，不坐了，我走了。进来坐一会儿吧，下次再来。这谁呀？这么脏啊！这混子的吧？哎呀，这生意啊，真是大不如前了。你说这朱天宝财神爷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呀？杵在这干嘛呢？快点进去招呼客人呐！知道了。他中了一种苗家的蛊毒，意识清醒，但口不能言，四肢僵硬。我用银针封住他的神庭、百会、天冲3穴。他说话无望了，但手可以动。
去取纸笔来。张烈虎，你是否能将你所看到的画在纸上？张烈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呢？果然是他。上次也是你。小人确定。我对你不薄，你为何背叛我？我全家都在东厂手上，我不得不听他们的使唤，对不住了陆大人。王爷，玉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！刘福，刘福，老爷，刘福，老爷，您又做噩梦了。我看见玉娥了。玉娥王妃，也许真的是我错了。玉娥当初虽然私会情郎，但她的死我是有责任的，我不该。老爷，这个事都过去20年了，20年了。刘福啊，宝儿已经不在了。也许这世上真有因果报应。老爷，您千万别多想啊！等香儿回来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母亲死的情况跟他说清楚。我对不起玉娥，我不能再对不起香儿了。看来这个陆驼峰还真是不死心呢。大人，江玉，在建兴王府打探到什么消息了？小人听到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哦，他们不知道。有这回事？我查过，
建兴王府20年前曾将原有家丁陆陆续续全部辞退了，只有刘福一直留在建兴王府当差，算是建兴王爷的心腹。好，这个消息来得太是时候了。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。蒋玉在，去请刘福来喝茶。是。我干什么呀？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你们干什么？大哥，你看那儿，可怜，不给他拿点吃的吧？哎，我去吧。给你，快吃吧。你是桂孙啊，你呀要好好读书，不然将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侯兄，为何约我在此见面？请你屈尊至此呢，是想跟你求证一些事情，一些关于你的事。我的事情？没错，贤弟，你可认识他吗？福叔，他犯了什么罪？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今日我在查案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你的秘密。我终于了解老王爷为什么迟迟不把王位传给你了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老王爷在有意无意之中把你与天极和天宝区别对待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根本不是老王爷所生。够了！这件事我不想再提。我知道你不想再提，但是看在你我兄弟一场，我必须让你知道，你的亲生母亲是被建兴王害死的。天香哥躲那边，你躲这边，我躲那边。好，我躲这边。我不能死，我还要将天香抚养成人。请不要让我们下人难做。王爷已经知道天祥少爷不是他的亲生骨肉。王爷让我带话给王妃，他会视天祥如己出，让天祥永远也不知道此事。不，我求你！走，二公子，我已经替你查清楚了，这是刘福的口供，你要不要亲自问问？为什么你们要杀了我母亲？
什么？二公子，王爷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啊！胡说，胡说！杀人要什么借口？当年你母亲嫁入王府，一直未育，她和你父王……他不是我父王。你母亲向王爷提起要去观音庙求子，其实是去回情了。玉娥，玉娥，玉娥，你想得我好苦啊！别，这样不好。玉娥，对不起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我爹见你家道中落，毁掉了我们的婚约，让我嫁给建兴王府的公子。要怪，就怪我们今生有缘无分吧。玉娥，你难道就不想我吗？我何尝不想？可是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是建兴王府的人了。玉娥，此后2年，你母亲经常背着老王爷与那个叶公子见面，时间一长，你母亲竟然真的怀上了孩子。那年皇上下旨，老王爷正式继承了建兴王位，而你不知不觉间已经长到了5岁。玉娥，快进来。玉娥，我好想你。玉娥，我们带着孩子离开这里吧。能去哪儿呢？我都计划好了，去我舅舅家，在沧州。今晚我们就走。玉娥，走吧。王爷，开门。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。王爷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哎，玉娥，玉娥，玉娥！玉皇之家家规甚严，更何况王爷刚正不阿，在朝廷中声望正隆。你说发生这样的丑事，怎么能让外人知道呢？一旦让奸党抓住把柄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王爷也只有这样才能……胡说，全部都是胡说，胡说！原来我世事谨慎，是我有一丝一毫的错误，我内心的惶恐，受尽了白眼，谁能理解我？谁能体会？我亲生父亲在哪儿？你们也将他杀了吗？你说那个叶公子吧，他疯了，所以王爷并没有杀他。我听说几年前他在沧州去世了。二公子，是我亲手杀死你母亲的，我自知必死，只是临死前我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能原谅王爷。纵有千错万错，毕竟是他把你抚养成人的，二公子。你们如此对待我母亲，何求原谅？二公子，你再这么喝会伤身的。如果我不是
人生在世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束缚，高一点，低一点，多一点，少一点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都是一样的生老病死，一样的悲欢离合。二公子，你何必执着呢？奴家在乎的只是此刻。如果你发现你活这20年是活在一个谎言里面，你会难受吗？二公子，你所欲何事，我不想知道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过上了平时的生活，或许你的一切都会释然。何尝不想？但对我来说，都是种奢望。为什么？一不做，不做，开口没回头箭。你做的一切，还都是为了杨姑娘吗？如果我所做的一切，若男能懂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对，好大的雨。哎，小姐，东西都买齐了，还要买什么呀？你拿去给他披上吧，他抖得那么厉害，一定是病了。小姐，你看他脏兮兮的，肯定浑身都是跳蚤。日行一善，就当是为阴间的天宝祈福，愿他能早日投胎，重新为人。好，快去吧。知道了。走。哟，小伙子，你醒了？来，把这个吃了，吃，多吃点啊，吃了才会有力气啊！哎呀，那个，多谢救命之恩，可那个是我的玉佩，你能不能还给我？你躺在大街上发高烧，连命都快没了，是我找人把你给背回来的。我这救了你的命，还给你吃的，难道我收你块玉还不应该吗？那救命之恩，我当然应该重谢。不过这块玉佩关系到我的身世之谜，可不可以这样？你先把玉佩还给我，然后我出去挣钱，等我挣够了钱，我加倍的还你。小伙子，挺结实的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救你，可是花了不少银子。这些银子可不是你1年半载就能够还上的。我欠了你多少银子啊？不多不少，刚好1000两。啊！这怎么？哎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可以让你很快的把这笔银子还上。什么办法？
来，穿上它。看，这拳馆就是我开的，他们跟你一样，都是欠债的拳手。不过我不需要你跟他们打，你只需要跟鬼王打一场。谁是鬼王？那就是鬼王了。老师，小伙子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他们就喜欢看这个，这非逼着我把这些像你一样的人一个一个的找过来。小伙子，你不用害怕，你要是死了，你欠我的银子都一笔勾销了。你要是能侥幸的活下来，也许我还可以培养培养你，让你当一个拳手，让你赚大钱。好了，准备一下吧，下一个该你出场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打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打！放开我！打他！打他！车夫，能不能捎上我一段啊？我走的怪累的，我走了一天了。张半仙，哎，大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要不咱们一起回定州？老孟和小蝶他们都惦记着你呢。你说什么？小蝶惦记着我？哎呀，当然了，走吧，啊，走。这。孟老哥，大宝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家牛不知道冲水出又坏了。我家那个婆娘嚷着要个自动下雨的东西来洗澡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只能来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进去了吧？他是不是成完亲才回来呀？孟老哥，小蝶，把他赶走了吧？你怎么？
把圆圆绣成黑色的啦，这都绣成大花猫了。你没事吧？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没什么。不要问了，我也希望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谁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还能有谁啊？大宝呗！哎呦，大宝回来了！哎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子博，那边，那边，那儿呢！孟老爹，我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啊，我就被他们赶走了。哎呀，回来就好。看看去。回来，大宝啊，一路上遇到了千难万险呐，差点把命都给丢了啊！大宝还没回到京城，身上的银子就都丢了。哎呀，被那个人贩子给骗了，卖到地下黑市去打黑拳呐。哎呀，他被那个人贩子折腾的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呀，还在那个拳台上差点让那个鬼王给杀死了。那个鬼王啊，我曾见过，有1丈多高啊！哇，那胳膊有这么粗啊！哎呦，吓死人了！那好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同情你，那你也可以留下来。但是我们家刚买了一些稻谷，堆满了整整一仓库。你如果能在3天之内把这些稻谷脱壳，那我就可以让你留下来。那能行吗？对呀，这样子会不会太难为大宝了？这样子吧，如果你真的能在3天之内完工的话，我就把你留下来当长工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你们就这么答应了？我不管他失忆还是装的，大宝，你给我听着，就算你3天可以做到，你最后也要过我金刚这一关。奇怪了，金刚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不是，我回头回来想要追求小蝶。大宝，我告诉你啊，小蝶是我未来的媳妇，不准你对她动脑筋。哼！大宝，如果你在这3天之内没有完成任务，你还是要……那是当然了，狐珠姐。别玩了，爹。爹，吃早饭了。好，来了。大宝，吃早饭了。爹，大宝去哪儿了？你看，赶快去三娘的店抓副药过来，他脑子又坏了。哎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明天会有风，
这侯主姐也真是的，出这么个馊主意。你也是，你干嘛要答应他呀？这么多稻谷要脱壳，3天根本就做不完，还不如我自己来做，能打多少算多少。小蝶，虽然你嘴上不说，其实还是很关心我的嘛。谁关心你啊？我就是看我家活多，我找一个不要钱的长工，我乐意。小蝶，来，小蝶，先坐。你别急，我发明的装置今天晚上就能完成了，明天你就瞧好吧。可是，相信我。多少思念化作尘埃，岁月如梭，人不在，心犹在，用一生感慨。回想当初你说过的对白，一字一句浮现脑海。冬去春来，等花开，等你来。等你用一生去爱，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只为与你到白头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只愿今生再重逢。岁月千年的伤痛，几度轮回几时空，我怕相思痛，只怕难相逢，此生有你就足够。穿越千年的守候，只为与你到白头，不怕相思痛，只怕难相逢，此生有你就足够。哎，大家过来看啊！过来！哎，你看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让一下！